我们这个服务团队经常受到民众的陈情啊，被流浪狗追逐或者有人弃养流浪狗啦，我们经常受到这样的投诉啊，民众希望我们检举，我们能不能拿出具体的方式？我来找地方，我把这5个地方找出来之后，确定在这个地点一定要有一个很长很大的经费来挹注来支持，才有办法。所以我们商讨了之后，就确定了说没有问题，那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来推动这个原本市政府就有想要做的一个既定政策，来协助市政府把这件事情做好，在人和浪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这个本来就是每一个人要有的责任，你光给行政单位，他们没办法去容纳这些的工作那么大量。所以我还是呼吁，不管是地方的里长、邻长，甚至是地方的动保团体，各方面大家要共同来努力。我想，流浪动物是大家共同的一个普世价值，怎么让它生活得好，但是又不能影响到人的生活，我想是未来大家一个重要的课题。重点在于这些的源头管理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如果再加上后面还有这些后送，然后把后送的单位再来个别的训练成另外的工作权，也不是不可行的。那我觉得踏出这一步，给全国各县市的有一个好的榜样。这里是2公顷，大概我们现在先一半的一个状态去做我们那个暂支区，大概可以容纳200只。那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会再有经费的话，可以再扩大。那这个环境的话，大概这200个这些我们的犬只啊，大概是以收集我们那个仁德区，尤其是成功里为优先。这边的区域未来还是会开放认养。就是说我们把狗训练好，那我们先进来以后做好训练，放在我们毛孩生活村以后，然后再把狗狗在这边做认养的一个动作。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近年来不管是台南市还是其他各地，都有频传有一些浪跟人产生一些冲突的问题，甚至咬伤人类，咬伤市民朋友们，或是咬伤这个动物的这个部分频传。每次这个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议题，那也感谢议会的支持，我们设置这个毛孩的临时收容所，能够让这个毛孩有一个比较舒适安全的家，也不用每天在外面流浪，甚至为了食物或是为了其他的情形来攻击人类或其他的动物。那我们未来还是持续在各地方来找寻动物的临时收容的地方。以这个仁德生活村来讲，我们是主要是第一个首要是收容仁德地区的浪，其次是收容新丰区的浪。如果还有空间的话，才有考虑其他的地方的浪的收容。我想台南市的土地面积是2192平方公里，没有理由找不到其他的这个收容浪的地方。大家既要能够减少浪在街头上对人所产生的威胁，但是又要找到地方。那这点我们是希望市民朋友多支持。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4月9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今年为期4天的新加坡国际食品展盛大展开，其中有一条嘛亲自率领在地农渔产业者组成台南队，加上农业加观光旅游的联合促销，总共超过50项的精选产品，再次要进军新加坡食品通路。对4月8号等到11号的2025新加坡国际食品展，由着洪家南所组成的台湾队，嘛到现场来参展。其中台南馆以着全唐城市为主题，利用往来为台南馆的特殊主视觉，树立新加坡人对着往来的印象，
吸引当地看展的民众，甲着买家的眼光。台南有很深的文化底蕴，有很多好吃的美食。今天很高兴把这些好的厂商带来给新加坡的消费者，还有我们新加坡的 buyer 能够一起来细细品味。事实上，台湾的东西是最好的，刚刚大使跟组长都有介绍。但台湾很多地方有不同的特色，都欢迎大家来细细品尝。我们都是台湾队的一员，也谢谢各位，希望大家一起来新加坡食品厂台湾 Select Waiting for you， 谢谢。即个市场带领台南6间的在地农渔产品，有鱼花鲜味饼、黄金荞麦、芝麻棒、蔬果脆片、文旦油仔汁，甲着新鲜的水果顶。另外，还佫有农业局电视单位，甲着观光旅游局、观光的资讯，甲着米其林美食的介绍等，希望将台南多元的产品甲着优势介绍予来到展场的买主甲着民众。加强台南的业者甲着国际的买主的联系，进一步拓展海外销售的通路。台南新闻综合报道。为了让身心障碍者、甲发展障碍以及行动无方便的民众会当找到适合的齿科治疗，所以成大病院特别打造特殊齿科门诊，希望营造无障碍、甲感官优胜的就医环境。成大病院口腔医学部的医师严玉芬表示，特殊需求的患者伫接受齿科的治疗时，可能会因为感受敏感、行动受力限制，或者是认知功能的障碍等，面临真侪挑战，包括口腔的清洁困难、对着诊疗的环境嘛感觉焦虑等。因此，透过诊间的改造，希望帮助患者会用克服障碍，提升口腔的健康。我们的特殊需求者牙科示范中心，我们特别设计了比较友善、比较光线明亮的一个空间，让这个特殊需求者可以在这个场域当中接受治疗的时候，比较减少他的焦虑，以及让它是一个比较友善使用的空间。包含的我们的柜台的设计是可以符合轮椅使用者可以比较可以独立操作进行报到跟挂号的一个空间。那以及我们也提供了。我们在门诊的场域当中，也将这个诊间的设置在是可以使用轮椅跟推床都可以进驻到我们诊间来接受治疗的一个空间。再来，我们也有提供到宅的牙科医疗服务，以提供这个长期卧床的患者以及没有办法不方便出门的患者，可以在宅接受牙科的治疗。伫病院甲着卫生福利部的支持。特殊需求者的齿科嘛被认定是第10专科，不管是坐轮椅或者是倒立门床的患者，拢会用得到成大特殊齿科的示范中心来就诊，甚至行动不便的病院还佫有到处服务等，提供特殊需求的患者维持良好的口腔健康。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过来到毕业的季节，对此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美术系毕业展览9号嘛伫校内盛大登场，学生都来用画作、雕塑、甲影像等多元的媒材来创作，嘛借此展现大学生对未来生活感觉梦梦渺渺，以及对社会议题观察相当精彩。邀请民众把4月19号进前前往欣赏。即马大学生毕业到底有啥物想法？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美术系毕业联展，都有167位学生，不管是单纯完成人生一项重要的作品，会当顺利毕业，行出校园。透过因的画笔等各种的媒材来描写、来创意思考，发现有真侪是以家己作为主角的体验，对未来出路、对生活的梦梦渺渺也好。拢是为这段艺术创作的历程留下记录。一种现在大学生，然后就是想要躺平摆烂，然后就是现在大学生都会说要回家吃自己啊，然后就是分成7天，一个礼拜有7天，然后就是你每天就可以吃不一样的部位，然后最后一天呢是剩下头不能吃，因为你过了这一天后的一个礼拜，又会长出来，然后就是一周这样循环。耳朵作为五官里面最后一个消失的器官，所以我想用耳朵来代表我的毕业作品。
然后这是全部都是用木雕，然后再用金箔的方式来呈现，就是那些话语的珍贵。我们的主题叫做默默苍苍。那像默这个字，我们就可以翻译成，例如像 suddenly 突然的这种感觉。那突然的忽明忽暗，那其实也反映着在创作路上，我们有时会遇到一些艰辛，我们有时会遇到一些我们会获得一些成果。那这样子艰辛的路程，其实也很好的反映在了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之上。当中，美术系学生的作品毛以心灵构筑作为主题，来关心言论自由、关心科技冲击生活等社会议题。现在人很常面临到一些焦虑啊、难过这些情绪，然后就是用这来做一个转述。然后再配合现在科技的部分，科技快速发展，然后其实都会造成很多现代人的文明病的部分啊。这场展览不只是毕业成果的展示，更是一场关系艺术甲未来对话，邀请民众4月19号进前前来欣赏，共同感受新生代艺术家的无限可能。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台南市东山国中为了让学生了解在地重要的翅膀产业，近年来积极推动相关的课程，不止校内设立实习的生态蜂场，更邀请蜂农担任讲师，传来学生到户外体验采收蜂蜜，要让大家进一步来认识故乡的产业。龙眼蜜是台南东山的重要特产，为让学生更加了解自己故乡的产业，东山国中积极推动养蜂特色课程，不只在校内设置养蜂场，同时与嘉义社区大学老师杨政伟合作，带学生来了解采蜜流程。今天是采蜜，采的是你们东山特有的特色，什么蜜？龙眼哦，你拢知影龙眼蜜，这个特色就是你们东山这边的在地特色的龙眼蜜。那我们今天特地带学生来操作所谓的摇蜜的课程。那我们是跟嘉大还有嘉义社区大学老师他们一起合作。那也感谢我们校长来我们学校之后提出的这个养蜂的特色课程。那主要是针对3个方向去做讨论。好，那第一个，我们每校都要有自己的特色，然后刚好结合在地东山龙眼这个产物，然后我们去做养蜂的课程的设计。那再来第二个是我们也加入 SDGs 的环境议题，因为环境变迁对于蜜蜂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第3个，蜜蜂是农业啦，那目前农业养蜂它有一个断层，那如果没有蜜蜂来授粉的话，那世界的食物就会少了很多。跟着蜂农老师每个动作，将蜂框拿出来，把蜜蜂剥掉、割蜂蜡等步骤，最后放入机器摇蜜，一步一步跟着体验如何采收蜂蜜。继续做，继续做，不要偷懒，可以切薄薄的就好了，很好玩，可以认识到蜜蜂的新知识，还有养蜜蜂的过程。对，感觉会很刺激，然后第一次体验这样子。那会怕蜜蜂吗？会怕蜜蜂，但是还没被叮过。东山国中表示，采蜜课程过去在学校就曾做过，不过让孩子亲身来到养蜂场体验，这样更有意义。也希望透过这样的课程，让他们更加了解自己的故乡，同时也对环境保护议题更加重视。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利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面对重大烧烫伤等外伤，伫手术以后难免都有外观的缺陷，嘛造成病人伫社交的心理压力。所以，吉米病院进行外科团队，就运用自体脂肪的移植手术，来成功协助2名患者改善颜面的问题。
脂肪是身体的负担，不过奇美医院把脂肪拿来修补外观缺陷，不管是口腔癌手术造成的凹陷与疤痕粘连，或是车祸导致颜面骨折以及颧骨凹陷，都能透过自体脂肪移植来改善。在早期，自体脂肪移植都是用在医美的手术跟治疗方面。那只要爱美是人的天性嘛，所以其实在过往这方面的使用已经非常纯熟。那这几年我们会把它应用在一些颜面缺损，或者是一些烧烫伤疤痕，或者是一些外伤。导致的一些组织的缺损。相较于人工填充物，脂肪不仅跟人体组织相容性高，而且几乎无排斥或过敏风险，更能提供细致、柔和、不僵硬的效果，还能同时改善局部脂肪堆积问题，达到重建与美观双重效果。以前我们都会用玻尿酸或胶原蛋白，或者甚至用一些人工合成的植物去做这样的一个软组织缺损或者是一些凹陷的一些修补，但是这样的情况常常会有一个异物残留的问题，或者是会有一些组织排斥的问题，那或者是一些感染的问题。但是用自体脂肪就是取之于自己的身上去做这些填补，所以我们就有点是废物利用的概念。移植的脂肪存活率大约5到7成，对希望获得自然修饰效果的病人来说是不错的疗程。但医师提醒，脂肪在移植后会受个人体质、医师技术及术后照护等影响，在选择前要先了解可能发生的风险。记者邱怀谈的报道。养虫甲高端螺旋体这两种疾病伫全台湾拢有病例，而且上只是伫春夏两季，其中养虫病伫咱南部尤其盛行，所以生态病院特别提醒民众伫野外，起来是草坡活动，一定要注意做好自我防护。唐朝颜师古的《匡谬正属一书》提到，恙虫居住在草丛间，会咬人，应该要移除消灭。当时人问候都会说“日无恙”，也就是别来无恙的意思。可见古人当时就已经知道恙虫与疾病的关联。尤天瑜医师表示，恙虫病的病源是一种寄生于动物细胞内，经由带菌的样螨幼虫叮咬感染。受感染初期出现类似重感冒的症状，如发烧、头痛、全身酸痛、畏寒，偶尔可见被叮咬处出现无痛性的交加与淋巴结肿大。恙虫病它的病源是恙虫病利克氏体，一种微小的细菌。那它在自然界的宿主主要是样螨跟啮齿类动物，但是人如果被带有这只细菌的样螨的幼虫叮咬后，就会出现一开始大概经过7到10天平均的潜伏期后，出现突发性的高烧、头痛、肌肉酸痛。那这些症状，类流感症状，其实跟像流感、像登革热或者是其他病毒性的传染病其实都很类似。那比较有特征的是，在这个样螨幼虫的叮咬处会出现这个无痛性的交加。恙虫病需要使用特定的抗生素来治疗，若未及时治疗，可能会导致肝炎、肺炎、多重器官衰竭，严重时甚至会死亡。不同地区还有没有接受过适当治疗，它的死亡率有不同的统计数字。那比较高是有曾经报道过，在日本可能有到6成，如果没有经过适当的治疗的死亡率。恙虫病它这个治疗上需要特别的抗生素，那有一些预防跟钩端螺旋体病有一些类似之处。有医师提醒，目前并无有效的疫苗可预防恙虫病或者是钩端螺旋体病。建议从事野外活动应该加强防护，可穿着长袖衣裤、手套、长袜、长靴等保护性衣物，使用防虫喷雾，避免接触野生动物等预防措施，减少染病可能。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唔知你敢捌去过一位相当特殊的秘境，就是位伫台南客家老塘湖艺术村。这是一位用砖头来作为画家创意，伊伫3冬前收集100年的老砖，开数十档所以手打造的。多年来，伊嘛持续以创具艺术的方法来开创，成为另类的旅游名胜，推荐予市民会当一探究竟。
透过空拍镜头，没想到台南还有这么一处美丽的池塘，加上四周复古老旧的城墙和斑驳的宅院，令人感受到古色古香的氛围。其实这里并不是历史古迹，而是由台湾手指画家匡乙收集了100多间老屋建材，前后后花了30几年所打造而成，也让他营造出想要的颓废古城风，完成一座遗世独立的生活场景。这地方是我在30年前收集一些数百年的老砖来打造出来，再重塑。因为我觉得这些老砖都有一些文化的痕迹有历史的痕迹是很珍贵的，所以我觉得我做这一份工作的话，我觉得我很快乐。那我希望呈现大家都能够欣赏台湾就有的一些古建筑的一些历史。这座酷似废墟古城的秘境，其实一砖一瓦在创建者眼中都是独特的生命力，搭配平静表面的池畔，令人心旷神怡。采访当天，现场还有娱乐舞蹈小精灵和抖音小妹妹的古装表演，吸引游客驻足围观，就是希望让你仿佛置身在古典生活当中，来疏解现代人压力。这边呈现就是一个回忆，还有心灵放空的地方。因为现代人生活压力太大了，可以到这边来放松心灵沉淀，是一个很好的心理治疗。匡乙除了打造老唐艺术村，更是知名的手指画家。他在村内有一间画室，展示许多手指油画作品。对他而言，不管是自画像，或是最爱的救世主，以及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都是他与众不同的创旧画法。需要的你把它拿掉，不需要的留着。这样的呈现的话，又可以创旧，看起来这个画面就不是新的，就是觉得旧，好像老画一样。所以我觉得，那你要改变一下你的思路，就是这样的慢慢，我就把它创旧，把它画出来了。多年来，匡乙以创旧艺术的方法开创，不只让台湾文物得以保存延续，也成为另类的旅游胜景。有机会不妨来一探究竟。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台市市电国际特价洋行经过1冬的精修，搁再推出新的展览，要来回顾安平商业贸易的黄金年代。透过4大展区，呈现安平港的发展历程，同时嘛展出社交文化的幕后故事。安平1865洋潮来袭正式开展。德记洋行是1865年安平港开港通商之后，由英商所设立的贸易据点，目前仅存德记洋行跟东兴洋行。这回特别经过1年的修缮跟换展作业，重新开幕。洋潮来袭，让我们回顾安平商贸的一个黄金年代。在这个186年之后的一个黄金年代，其实带来了非常多的外国的，包括使节，包括了贸易的代表，包括了商人，还有带来很多国际上面要来交换贸易的一些货物，其实让整个安平的一个贸易的一个热度一下子就热了起来。这次展览规划走贸易、居安平、启洋行跨时代4大展区，呈现安平作为贸易港口的发展历程，并探索洋行社交文化跟商业运作的幕后故事。特别的是，许多资料是取得英国国家档案馆、剑桥大学图书馆跟故宫授权，展出复制品，让民众了解当时19世纪台南作为国际贸易港的黄金年代，并见证100年前台湾茶叶、蔗糖等产业的发展跟历史渊源。记者寿怀台南采访报道。感谢收看4月9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
又迟到了。看见行人行进路口，准备穿越道路时，汽机车应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哦，很慢呢。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遇行人过马路，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未暂停让行人先过，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锾。停让一小步，交安一大步。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卷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还记得演练抗震保密3步骤吗？我记得哦，趴下、掩护、稳住。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这时要带着避难包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说到避难，全民防灾1点通或消防防灾1点通 App 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及导引。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更要记得以上紧急避难方式哦。公务人员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权，做成行政处分，而民众不服时，只能提起诉讼。行政诉讼调解新制，让人民有其他选择来解决纷争。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进行调解，让有温度的协商尽可能取代全有全无的判决。调解纳入选项，3赢不是想象。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合格承装业名册，委托承装业者进行安装。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防止瓦斯燃烧不完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哦。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大家好，我是诈骗集团，今天我要告诉你们我是怎么骗你们的钱啦。高佩佩，你涉及的洗钱案，必须先把账户的钱交给我们监管，赶快把钱汇进来。讲出来你撒娇啊！买完游戏点数用赖传给我，我们就可以见面喽。是不是很容易啊？其实我还有一个绝招哦。那请您用自动提款机来解除分期付款的设定，这样才不会连续12期被扣款哦。钱如在，你被我骗过了吗？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的钱，是关心您啦。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1次，提高降温效率。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随手关灯，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1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现身河的投资群组，传授心法，保证获利耶！下载 APP， 投资储值。等一下，我没有开任何投资群组，这个是诈骗。打诈新司法上路，扫荡投资诈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